我有时阵就是有时间，我嘛是会去洗册店。洗册店的时阵，我就是摕别人翻译做华语的册起来看。我上挡袂掉的就是迄款册，就是内底写华语，就是比方说讲，就是你看伊的写法，你完全译会出讲原底迄个原文是安怎写。对。哦，我读到迄款册的时阵，我规身躯拢会。是，被爆炸呢。华语有一个讲法啦，叫做洋腔洋调，对，就是伊翻出来，就是你一看就知影是迄个感觉。对，可能某一个时段、某一个时间是这款的做法是实行的，有可能，因为比如讲大家认为讲，西方来的物件特别进步，西方的物件较好，所以你练家己伫使用这个翻译的时阵嘛，希望去挖紧，迄个英语或者迄个语言伊本身的迄个理路。是，不过确实，我想伫咧当咱伫讲翻译这件代志，较注重讲要安怎为家己的出发点来看这个作品。